找死！我堂堂3品小宗师，竟然连他一个屁都挡不住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靠！你怎么吐血了？我屁这么臭吗？你神魂一散，我被他一个屁崩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骗我退婚不成，想碰瓷是吧？混蛋！我都被你一个屁给震死了，你还在这装蒜？赶起来，这招过时了。哎，装的还挺像的啊。哎，赶起来啊，要不然就怪我不客气了啊！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难道要绝食？不要！我复活了，还从3品升到了2品。嘿嘿嘿，装不下去了吧？一个屁能把我崩死，又一巴掌让我复活突破，怎么可能是反呢？我们裴家捡到宝了！我是不是把他打傻了？站住！妹妹，刚跟你开玩笑呢。啊，你不会真替你姐来退婚吧？退婚？啊，哎呦，姐夫啊，那是人家开玩笑的嘛。我靠，你这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？女人嘛，就是有一点善变的啦。那个姐夫啊，要是我姐姐真的要跟你退婚的话，你准备怎么做啊？真要是跟我退婚的话，听没听说过一句话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怒气少年穷。哎，你咋了？不行，这婚坚决不能退。要是退婚，我们裴家就死定了。姐夫，你放心，包不会退的。谁要是跟你退婚，我揍他满地找牙。江社，裴家裴真前来退婚。裴大小姐，退婚一事，裴老爷子可曾知道？他也同意退婚？爷爷不曾知道，但这是我的婚事，退与不退与旁人无关。江家主莫介意，真儿从小便是这么个清冷性子。不过他定的事，谁都改变不了，包括我们家老爷子。那意思是这婚非退不可喽？江伯父，我裴家虽非大夏顶尖世家，但也是一方望族，而我身为裴家未来的家主，所嫁之人必然是能振兴我裴家之人。而江社躲在山上独居有20年，如此不思进取，未来怎配与我比肩？姐，你要振兴裴家，就更应该嫁给姐夫了。闭嘴！我的事情还轮到你来管？你有这闲心，不如好好修炼，早日突破3品，省得给我裴家丢脸。既然裴大小姐看不上，是儿，这婚退便退了。不过这婚啊，是早前2家老人定下的，即便是要退，那也得亲自上门说清楚，免得被人说是我们家不懂礼数了。如此便多谢江夫人了。不必。不过呢，也请裴大小姐今后莫要后悔才是。完了，听这口气，他们这是打算上门报复我裴家。要真是打上门，裴家不得灭族啊！我们走。大姐，这婚事是爷爷定下来的，你身为晚辈，怎么能随意推掉呢？梨儿，你大姐可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习武天才，眼看要冒2品大宗师的门槛，说句天之娇女也不为过。她要嫁的只能是人间真龙。妈，
嘛，不管什么龙，在姐夫面前那都是臭泥鳅。姐，你一定要信我，姐夫比人间真龙要好10000倍。妈，我有他说的那么好吗？既然你这么看好他，不如你嫁。啊？怎么，嘴上说的这么好听，真让你嫁了，你又看不上？好，我嫁就我嫁。李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个江氏不仅修为高深莫测，却连遇到退婚这种事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，城府之深也绝不是我裴家能招惹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大姐不嫁，我嫁。你这丫头，你跟你大姐怄气也不能胡说八道呀！你要嫁给江社，图他什么？图他天赋平平，还是图他一无是处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更何况，你和镇北王世子还有一门婚约，如果嫁给江社，若是镇北王府怪罪下来，我裴家可承受不起。得罪镇北王府尚可活，但得罪江家，那岂不是灭族满门，十死无生？妈，对不起，为了裴家，我只能牺牲小我了。一个婚约而已，大姐能退，我凭什么不能退啊？你问凭什么？抛开家事不谈，镇北王世子赵乾9岁入伍，13岁封侯，20岁便已突破5到2品，江社如何能比？可是赵乾出了名的心思深沉，那叫心思缜密。他凶残暴力，成大事者至亲亦可杀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我不管，反正我非江社不嫁。爸妈，我现在还是挺抢手的。江社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若你敢打裴离的主意，就算我裴家不计较，镇北王世子赵乾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是，他镇北王世子是马王爷，还是有3头6臂啊？我江社还就真不怕他了，有本事让他过来，我等着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慢走，不送。爸，那镇北王世子什么来头？很厉害吗？哦，一般般。他爸镇北王也就掌管了80万兵马而已。哦，80万，我还以为是多少？80万！完了！你慌什么呀？80万兵马而已，坐下来喝茶。你说的轻巧啊，这80万，蚂蚁都得杀半天，更何况是人啊！我果然没猜错，他就是个识杀的大魔头。还好我舍身饲母，不然这天下恐怕真要血流成河了。舍儿，其实以你的……社儿啊，这事儿的确挺棘手的。这个镇北王世子啊，绝非等闲之辈。眼下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你们俩下山躲躲。下山躲躲？对，你跟裴姑娘下山躲个10年8年，等到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她也拿你没辙。好主意。你愣着干嘛？跟我收拾东西去啊！啊！成了！哎，老婆，你说那小子心思单纯，没什么主见，会不会跑路到一半又折返回来？折返回来，那更好办。盘古开天铲，9天玄女笔，这哪是要跑路啊？这是要毁灭世界啊！那个江大哥，干嘛？要不我去找镇北王府谈谈？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能理解我退婚这件事情的。你懂什么？这可是夺妻之恨，没有哪个男人能就这么算了的。什么味儿这么呛？我靠！镇北王府这么快就杀过来了，简直欺人太甚！你要干什么？事到如今，
只能有一个办法了。他不会是要把他们都杀光吧？要不，你还是去嫁给镇北王世子算了啊！啊什么啊？你嫁不嫁给个准话啊？他该不会是在考验我吧？只要我一松口，他就会立马报警，连镇北王府带我们裴家一起灭掉。哦不，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就只嫁江社一人，绝无二心。若违背此事，天诛地灭。随便发个誓就能引发天道回应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儿啊，对面来势汹汹，我和你妈顶不住了，先下山躲躲，你自己保重啊！有缘再见啊！啊！放着这么个好大人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镇北王府，你害我至亲分离，这仇我江社记下了。完了，这下真不死不休了，搞不好我裴家也会受到牵连。不行，我必须阻止他。那个江大哥，我觉得我跟镇北王世子退婚一事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人都已经杀过来了，还有什么余地？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京都宋家宋寒山老爷子身中寒毒，药石无益。宋家曾经放话，谁能治好宋老，他就满足他一个愿望。真的？宋家能压制住镇北王府？那可不，宋老爷子可是一字并肩王，与国同气，权势比镇北王还要大。只要能治好宋老，由宋家出面调停，镇北王府也无可奈何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走啊！多亏本姑娘聪明伶俐，又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。赵钱啊，赵钱，你可别再自己找死了。哎，咱们是不是来晚了呀？站住！先让我家老太爷出殡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准进。真是可惜，突然间就没了。可惜了。不愧是一字并肩王，这丧礼排场，多少权贵挤破头都进不来。是啊，宋家的权势和底蕴，连我镇北王府都要仰望3分。唉，只可惜离儿被那江社蛊惑，不然今日也能来瞻仰宋老的遗容了。啊，没事，离儿涉世未深，又被小人蛊惑。等宋老葬礼结束之后，本世子亲自接他回来，顺便教训一下那个江社。生妹顽劣，还请世子今后多加担待。离儿江社，他们怎么来了？哎，你等会儿真有把握救回那老头啊？这要是被当成丧闹，可会被打断腿的。放心，十拿九稳。宋家的人都给我出来，把老爷子给我抬出来！要是把人烧了的话，你们宋家可就真完了。你就是挑唆离儿退婚的江社，他怎么也在啊？没听见我们是来救人的吗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谁啊？镇北王世子赵钱。镇北王世子。刚放火烧我家，又追杀到这儿，他是有多想要我死啊？我还是赶紧跑路吧。他不会要拿出神机大开杀戒吧？不至于啊！我们是去救人的，只要能治好宋老，一切都能解决。也对哈，我刚刚就是应激了，这种小角色犯不上我大动干戈。裴离，今日乃宋老下葬的大日子，你闯府伤人，若是宋家怪罪下来，就连裴家也要受你牵连。真儿，离儿虽然生性顽皮，但本性不坏，他一定是被江社蛊惑，他想报复我们裴家。又是你！你先是蛊惑离儿跟本世子退婚，现在又怂恿他大闹宋家，江社，你真是无法无天！你不能乱说啊！我本来也不想来的，是裴离拉我来的，而且他不想跟你结婚，也不能全赖我呀。他觉得你呀，心机深重啊，凶残暴力，所以才不想嫁给你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怪不得。那这么说来，你抢了我的未婚妻，还是我的错了啊？
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人嘛都有缺点，日后改了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好。哎，镇北王世子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，你看，说开了。赵钱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别到最后自取其辱不说，还要连累镇北王府跟你一块遭殃。裴离，你给我闭嘴！该闭嘴的人是你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惹到江氏是什么样的后果。要不是我的话，裴家跟镇北王府早就完了。低调低调啊！再次奉劝各位啊，我江某毕生习武，但素来爱好和平。今日不想把这场面弄得太过血腥，所以奉劝各位好自为之啊！爱好和平是吧？好自为之是吧？好。那我就让你们看看场面能有多血腥！给我去死！他怎么了？难道江社真是绝世高手，在宋家撒野，真当我宋家无人不成？原来是他出手重伤的世子。赵世子在我父亲的灵堂上打打杀杀，今天不给我宋家一个交代，就算是镇北王来了也保不了你。宋家主，并非我捣乱，而是此人不知天高地厚，打伤宋府家丁，大闹宋府灵堂，我这才出手替宋府拿下此人。混账！你好大的狗胆，敢在我宋家撒野！怪不得外面都传宋老爷子胸中有口气咽不下去，原来是知道宋家后人尸位素餐呢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裴离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，惹了宋家，就算赔上整个裴家也救不了你。谁让你们救啊？等我们救活了宋老，宋老还得感谢我们裴家呢。感谢？在我父亲灵堂上胡说八道，我是要好好感谢你们。来人！把他们的手脚一寸寸打断，给我丢出去！慢着，你说你能救活我爷爷？不能救，我们就不来了，对吧？没错。哼，真是可笑！宋老种的可是西域寒毒，连神医谷谷主号称银针渡世的萧神医都束手无策。就算他医术再通神，还能让人起死回生不成？他不行，不代表我们不行啊！你痛快点，救还是不救？宋小姐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据我所知，江社此人……裴小姐，我宋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操心。若是你们二人能救活我爷爷，我宋姓要在此立誓，不仅会奉上宋家一半家产为谢，且我宋氏全族更会以二位马首是瞻。若有人敢对二位不敬，便是与我整个宋家为敌。但若是你们办不到，今天你们都得给我爷爷陪葬，挫骨扬灰，绝无半分余地。我爷爷的遗体就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去救人了。这都有味道了，真能救活吗？小问题。你们嘀咕什么呢？怎么还不出手救我爷爷？哎呀，别急嘛，这不得准备准备吗？还好你有本事，要不然啊，今天咱俩都得交代在这儿。家长，快上，让他们看看你的厉害。我不是你，难道是我呀？我又不会医术，我也不会呀。就上次那招啊。上次
是哪一招啊？上次我神魂离体的时候，你一巴掌给我抽醒了，还助我破戒，你就用这招去救宋老啊？那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什么时候开玩笑了？拿我父亲的尸体开玩笑，是觉得我宋家的刀不利吗？哎呀，伤啊！早救火早收工。要用那招会不会太残忍了？少废话，有什么本事赶紧给我爷使出来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哼，装模作样让宋老起死回生，我看你是自寻死路。蝼蚁岂可观天，哥的魅力你不懂。加油！他要干什么？哼，装神弄鬼！闭嘴！前辈，晚辈得罪了。是我眼花了吗？他在变尸！混账！竟敢侮辱我父亲的尸体！别急，这是治疗的必要手段。要是想让宋老起死回生，就必须按照我们的法子来啊！佩离，胡闹也要有个限度。现在马上给宋小姐道歉，别因为僵尸把你害死了。有什么好怕的？大不了我赔他2条命。你真是疯了你！哎，到底让不让治了？好，你们给我继续治。如果爷爷没有活过来，我保证让你们2人生不如死。还治啊？我刚才打了没反应啊！不应该啊，怎么药效起不来呢？难道是力度不够？再打，加大力度！还来？再打下去，宋家非要撕了我们！现在不打，你认为我们还能活吗？别磨叽，你快上吧！死就死！我下！够了！呀！将这2个疯子给我拿下！是。这就是你看人的眼光吗？早就让你别跟这个男人混在一起了。现在好了，不仅丢光了裴家人的脸，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。急什么？没到最后一刻，谁知道宋老会不会复活？我爷爷复不复活我不知道，但你们2人马上就会死。来人，将他们2人给我碎尸万段！爸！爷爷真的复活了！爸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了，宋老这是诈尸了。诈尸？不错，肯定是宋老的英灵感到尸体被人羞辱了，这才诈尸了，警告家属。宋小姐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将宋老的尸体及时火化，入土为安，否则宋老怨气难消，必将疑惑宋家，说不定还会影响大夏国运。来人，赶紧将我爷爷送去火化！家主，老爷子的葬礼已经准备就绪。等爷爷火化了之后，你们就可以下去陪他了。送葬。现在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急什么？肯定是你刚刚用的力气太大了。宋老年纪大，吃不消，还要再消化一会儿。等等看，等等看，活完那老头就是咱俩了。不应该啊！难道要等他烧一会儿？难道要
李儿错信江社，闯下了弥天大祸，你快点想办法救救他。裴离，只要你及时醒悟，跟江社划清界限，我可以拿出裴家的一切，再请世子出面，兴许能保你一命。是啊，灵儿，不要执迷不悟。不需要，你们就等着看吧，宋老一定会复活的。复活？宋老马上就要火葬了，你该不会真以为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吧？大姐啊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有时候过于盲目自信，总觉得自己是天之娇女，殊不知天外有天。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简直是无药可救。若他真有什么真本事的话，即便家世差些，我裴真又怎会与他退婚？武藏，完了！他们要杀人了！急什么？可能是药效还没到呢。药效没到，死神快要到了。爸妈，孩儿不孝，先走一步。你们趁年轻，赶紧再生一个吧。李儿，妈求你了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等宋小姐过来，你赶紧跟这个江社撇清关系，你大姐会想办法救你的。不需要。看来这贱人是死定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在裴真面前多留些好感。没了妹妹，姐姐也不错。真儿小姐，我只怕就算离儿他们赔命，也难消宋家的怨气。不过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替裴家求情的，哪怕赔上我镇北王府的一切，也在所不惜。多谢世子。如今我爷爷已火化，你们也该去陪葬了。真儿，事到如今，说什么都晚了。裴离，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你错信小人，咎由自取。来人，送他们上路。我的李儿啊！爸，这怎么可能？爸，爷爷，这老头真复活了！我就说你那招行吧，现在信了吧？不是我这巴掌这么厉害吗？真儿，这江社救下了宋老，那岂不是他从山上的穷小子摇身一变，成了宋老的救命恩人了？什么救命恩人？刘伯母，别被他给骗了。宋老生前可是武道2品大宗师级别，为了续命，服下了众多灵丹妙药。恐怕刚才火化恰巧激发了他体内沉积的药性，才起死回生。江社，不过就是碰巧撞上罢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多谢世子解惑，不然又被这个江社给骗了。赵钱，你可真会编呢！灵儿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天下有打几巴掌就能把人打活的医术吧？不错，江社若有这种本事，不至于碌碌无为蜗居在山上20多年。大姐，你到现在还在用有色眼镜看人。宋老马上就要过来了，一切自有分晓。
好，我等着你们被打脸。哼！谁是江社？宋老这是要问罪了。我是。谢先生救命之恩，日后但有差遣，宋家莫敢不从。但有差遣，宋家莫敢不从。那你们先起来吧。谢恩人。如何？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有这种本事？裴大小姐，看来你看男人的眼光不及林梅一星半点呀。江先生，裴小姐，之前是心瑶无知，现在向二位道歉。没事儿，那个误会解开了就好。江先生，这里是宋家的一半资产，另外从今以后，宋家任凭先生差遣。赶快把这卡收下呀！除此以外，我还希望宋家答应我一件事。裴二小姐，只要不是改朝换代，其余的事儿但说无妨，我宋家莫敢不从。我跟赵钱之前有婚约，现在我要单方面退婚。我要宋家向我保证2件事：一，赵家不会找我裴家的麻烦；二，赵家更不能找江少的麻烦。虽然儿女私情我宋家本不该管，但是江先生救了我，我就是贴着老脸也会把这事情办妥的。搞定！终于解决了。赵世子，既然裴小姐与你无缘婚姻，你不如放手成全，岂不是成就了一件美事？宋老是要用宋家压我镇北王府。哼！这一意御妾，武道一撇。哎呀，自从那臭小子下山以后，这空气都是香甜的。哎，不对啊，就一个镇北王府，恐怕牵制不住那臭小子几天。等他回来，这好日子不就没了？你慌什么？我早有准备。什么准备啊？我已书信回玄天宗，让他们召开收徒大会，将镇北王世子收为弟子。此外，我再让人把宗里唯一一颗破镜金丹送给他，这下就不怕他一个不慎被蛇儿拍死了。你，还是你聪明。哎呀，现在有整个玄天宗做后盾，他们呐，又能拖住他一阵了。爷爷不仅起死回生，竟然从2品升到了1品，这就是江社的本事，救人顺带助人破境。多谢江先生。赵钱，老夫乃是大夏的一字并肩王，龙主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如今又是武道1品，怎么样？压你赵家不成吗？好一个宋家，好一个一字并肩王！赵振龙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宋寒山，你当真要趟这趟浑水吗？插手我镇北王府的家事，有何不可？那我要告诉你，我儿子天资非凡，已被玄天宗破格提名为弟子，你又当如何？什么？玄天宗？玄天宗出事了？玄天宗是什么？很厉害吗？
玄天宗超脱世俗，乃当世第一宗门，有武入圣，又有仙宗之称。据说前任宗主便是一品3境中最后一境，天象境的巅峰强者。这么厉害啊！爸，你说的是真的？玄天宗真的要收我为弟子？不错，3日之后，玄天宗将举办收徒大会，你被钦点入宗，收为亲传弟子。这枚金丹是玄天宗奖赏你入宗的礼物。我突破1品了！我突破1品了！恭喜世子突破1品境界，荣登仙门。我承认，江社你或许有些手段能够得到宋家的认可，但是世子被玄天宗破格升为亲传，最后还是你看走眼。宋寒山，如今我二爷有1品修为，背后更有玄天宗撑腰，你若插手婚约一事，只怕你宋家担待不起。爸，这事我们别掺和了，玄天宗可得罪不起呀。赵振龙，你少吓唬人！玄天宗收徒一事，真假还尚未可知。你若不是老眼昏花，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？玄天令。你还不算老眼昏花，怎么现在这趟浑水你还要趟吗？这牌子怎么那么熟悉啊？我好像也有一块。你也有一块？你以为玄天令是什么烂大街的东西吗？跳梁小丑。那你们看看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乡巴佬，玄天令可是玄天宗的不传信物，你拿一个破牌子也敢冒充玄天令？我没冒充啊，这块跟你那块除了颜色，那其他都一样啊。江先生，玄天令尊贵无比，不可亵渎。老夫活了大半辈子，也只见过他1次。你不会是认错了吧？江社家里有很多宝物的，一块玄天令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世子殿下家世显赫，气运非凡，更是有万里挑一的卓然天资，这才能得到玄天宗的认可。而他，你觉得能相提并论吗？江先生，你当真不是看错了？你们怎么都不相信我呀？那不信你们自己拿去看看。哎，谁来看？我倒要看看你这块玄天令到底是真是假。爸，给。等王爷鉴定完毕，你就知道你到底有多愚蠢。若是假的，无论是你还有宋家，都会被玄天宗一并清算。修仙问玄，天命永成。这真是玄天令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真的玄天令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江社家里是有很多宝物的，一块玄天令而已，而且我们是金色的，比你那块破铜牌强多了。看来裴大小姐这次又要被打脸了。不可能，这块牌子肯定是假的，是他伪造的。假的？玄天令几乎从不问世，世人都没有见过他的全貌，怎么伪造？再者，给你10个胆子，你敢伪造吗？我，还是说赵振龙你敢？怎么都没话说了？真儿，难不成这小子真是什么隐世天才？不可能！当我得知跟他有婚约那天起，我就找人暗中观察他，数年间从未间断。他若是有什么逆天资质，我岂会不知道？那他怎么会有玄天令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他偷的。你说偷就偷啊？证据呢？哼，证据？那你让他自己说，这块牌子怎么来的？你看他那扭捏的样子，他还敢说不是偷来的？
快告诉他们，你那令牌怎么来的？这令牌是从我爸妈床头顺的。听到了没？这牌子是他从他爸妈床头顺的。什么？顺的？顺来的，真是好大的手笔。江社伪造玄天令，亵渎玄天宗，死罪一条。宋汉山，你现在还要保他吗？那又如何？只要我宋家在，我还有一口气。江先生，我保定了。好，宋汉山，3日后玄天宗收徒大典结束，我定把你宋家满门覆灭。你试试。李儿，世子即将成为玄天宗的亲传弟子，日后的前途无可限量。你现在就跟这个江社撇清关系，回到他身边还来得及。一个破玄天宗弟子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赵钱能当，江社也可以。他，别说他没资格，就算真去参选，能选得中？怎么办呀？这下连宋家都顶不住了。是啊，宋家也镇不住镇北王府，难道真让江社去大开杀戒？江先生，我有一计。你有什么办法啊，老头？玄天宗有条规矩，同门不许自相残杀。裴小姐刚才说的很有道理，只要江先生参加3日后的收徒大典，成功入选，那镇北王府拿先生也毫无办法。好办法，老头，你这次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好个屁呀！你当时菜市场买菜呢，人家宗门收徒弟，我去了就能选上？这点你放心，老夫在玄天宗还是有点人脉的。老头，你上头真有人啊！千真万确。好，那我就参加。夕阳，送江先生和裴小姐回去休息。是，爷爷。二位，请随我来。走。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刚才我握他手的时候，察觉不到丝毫气机回流。难道他就是个普通人？夕瑶，你觉得江社这个人如何呀？江社，他行事有些古怪，人也比较猥琐，但总给我种说不出的感觉。江社并非池中物，你可要抓紧机会啊！可他和裴小姐，就目前来看，他跟裴二小姐的情分不深，也许你还有机会。毕竟比起模样、家世，我家新瑶可一点都不差。去把令牌还给江先生，记住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份良缘。这碗大补汤，大象喝了都扛不住。江社，今晚就把你拿下。宋小姐，大半夜的穿成这个样子来敲江社的门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来还玄天令，顺便给江先生送碗补汤。送补汤？他这皮糙肉厚的，又喝补汤啊？别！火候还差点，下次注意。玄天令呢，我来还就行，不需要你，回去吧。
小狐狸精，跟我玩你还嫩了点。不对，他有问题。我练功练魔怔了，怎么感觉有人摸我呢？这是我的心魔吗？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我靠，这么逼真！江社，我要。不是幻觉。江社，哎，不是，你要干啥呀？我都跟你姐退婚了，你就拿这考验干不？江社，我热。啊，这么烫，你发烧了？江社，你帮帮我嘛！你帮你？看来只能用那招了。狐狸精！疼！秦少，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？昨晚我跪好！昨天晚上我什么都没做呀。你发烧了，我给你退烧。后来我太累了，我就睡着了。你真的什么都没做？啊！禽兽不如！本姑娘貌美如花，躺在你身边，你竟然没有一点非分之想。我怎么睡了一觉，提升了，变成了一品金刚镜？难道睡在他身边也能代替修炼？那以后岂不是破镜流河水？你没事吧？我真的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做。如果我要是……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以后就跟昨天一样睡一起。啊？就跟昨天晚上一样啊。昨晚？我还要不要？要。还要？还要不要？要。哎呀！要。我让你要！我让你要！难不成他有受虐倾向？我以前在小人书上看过，世间有种神奇的体质，叫什么 M？ 难不成他……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不能因为他有点癖好就鄙视他。江社哥哥，该出发去玄天宗了。哎，来了。江社去参加考核，你跟着干什么？玄天宗有我爷爷故交，我自然要亲自去，不然耽误了江社哥哥的事情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哎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咱快点走吧，不然耽误了考核，那镇北王府的人又得杀过来了。哎，玄天宗大学。211修仙工程重点院校，这就是你们说的第一宗门？原来爷爷说的地址就是这儿啊！江社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啊，肯定是来向世子求饶的。
妈，江社是来参加玄天宗收徒大典的。参加收徒大典？就他？乡巴佬，就你也配来参加收徒大典？他怎么就不配了？玄天宗你家开的？对啊，我凭什么不能来啊？哼，乡巴佬，你还真是见识浅薄呀！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想要参加收徒大典，就必须通过那道大门。安检？乡巴佬，那可不是普通安检，是用来检测基础天赋用的。玄天宗可不是什么垃圾都可以来参加选徒考核的。那要是天赋不够怎么说呀？天赋不够？哼！混账！天赋低微也敢在这鱼目混珠，就地枪决！走。走。乡巴佬怕了，那你就在这里慢慢等吧。刘保姆、真爱小姐，我们走。世子殿下，走，我们也去。哎，别走了，你没看到吗？天赋不够是会被枪毙的呀。这离儿怎么会看上这么个废物？目光短浅，看人的眼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哎，谢瑶，能不能跟你爷爷说说，让他那位故交出来接咱们进去？要不然我怕……怕什么？站好！我揍你！哎，我通过了！我就说你行吧。他怎么可能通过测试呢？宋小姐，江社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爷爷的故交，玄天宗外门三长老吴松。哎，吴长老，你好。原来是宗门内有人呢，走后门通过的。哼，果然还是这个江社。宋小姐，江小友的事儿我听你爷爷说了，这次收徒大典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堂而皇之的让这个废物走后门？哎，你说话放尊重点啊！这位可是玄天宗三长老吴松。外门。区一个外门三长老就是你的依靠。一个外门三长老，听你的语气很不服啊。你哪位啊？玄天宗内门大长老何风刚收的亲传弟子，镇北王世子赵乾。大长老的亲传弟子，拜见世子殿下。算你识相。丽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次收徒大典的负责人可是世子的师父大长老，而且他给你姐还争取到了一个名额。你现在赶紧跟世子认个错，然后跟我们走吧。我才不会跟他蛇鼠一窝。要是给江少一个机会，他也一定行。从小到大都如此嘴硬，大姐，从小到大你处处要强，样样比我优秀。我承认你有很多优点，但是有一点你不如我。我还能有不如你的地方？你的眼光不如我，你看低江社，与他退婚，会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。他要是凭自己的能力通过弟子大选，我或许会后悔，但这辈子恐怕他都没这个机会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今日大选，参选者可自选一个项目进行考核，考核通过即可入选。江社是吧？啊，选个项目吧。吴长老，咱们不是走后门吗？怎么还得选项目啊？有赵乾在，我不敢明目张胆的让你通过。放心，一会儿见机行事。啊？哦，走个过场，我知道了。我也希望是走个过场，但若是让你走后门，只怕会得罪赵乾。江小友，你自求多福吧。这批不太行啊，换一批吧。
你他妈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还换一批？就只有这一批？江小友，那个是御剑赛跑，规则是在8秒内跑完1000米就算考核通过。中间那是武学部的教导主任，跟他对打，扛住30秒，不死则为通过。就是前面这2项，就他了，这个我知道，扔铅球嘛，就简单。真没想到还有人敢选这一项，哼，勇气可嘉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江小友，那是玄天球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是考核中最难的项目。但是万一通过，则能直接成为亲传弟子。有多难啊？这玄天球不仅重达万斤，而且球内蕴含玄天中秘法。要是天赋不够之人触碰，轻则筋脉受损，重则当场身亡。什么？哎呀，那我现在换项目来得及吗？没事，江社哥哥，这不还有吴长老在吗？对，吴长老，今儿就全交给您了。你也选择了玄天球测试，怎么不行啊？玄天球测试开始。玄天球测试规则：能拿起玄天球并且丢出不低于3米者，通过。宣称段家段浪。在下段浪前来一试。考核失败。筋脉尽断，抬走。我去，幸好有吴长老，要不然以我的天赋，今天必须死在这儿啊！下一个，江城白狼。让我白狼来会会这玄天球。失败。云城裴家裴真。江社，等会儿我就让你看到你我之间的云泥之别。10米考核通过。不愧是云城裴家的大小姐，简直是天纵奇才，轻轻一推就打破了玄天球的选拔记录。啊，这恐怕要成为亲传弟子了吧？哎呦，怪不得她看不上我，原来真是个天之娇女啊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会儿你狠狠打他的脸。她都能跟我退婚了，你觉得我能打她的脸吗？下一个，江社。既然安排好了，那就上吧。江社哥哥，加油！等等，不对呀，我也没看到吴长老换球啊。要是他没安排好，我岂不是死定了？你到底测不测？后面还有其他考生呢。我不敢。哼，还真是没用的废物。妈，江社他不是废物，凭他的能力，别说是3米、300米、3000米都是可以的。连球都不敢拿，何谈天赋？你给我等着！哎，江社，你搞什么飞机啊？快拿呀！别让我姐他们看了笑话。你没看到刚才有人被震得筋脉寸断啊？万一吴长老没安排好，我就死定了。他没安排的话，你就凭你自己的实力拿起来啊！凭我自己实力？对呀。李二，你就别逼他了，这个废物是拿不起来的。我还真希望他去拿，这样恐怕他在接触玄天球的一瞬间就会爆体而亡，我也省得对他出手。没问题。你到底拿不拿？
我怎么拿呀？1万斤呢！哎，钱别给我！哎，我说，这玄天球这么轻啊！他拿得动玄天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球被动了手脚，怪不得裴丽会上来喊我拿。我就说你可以拿起来吧。刚才就是谦虚一下，也没多难嘛。哼，能拿起又如何？玄天球比的可不是力气，而是天赋，要能丢出去才算数。我觉得我能丢很远，丢很远。哈哈哈。乡巴佬，你以为你有这样那种天赋？告诉你，玄天球蕴含本宗秘法，强行丢，小心命丧当场。没你说的那么恐怖吧？我感觉我能丢很远，10米不在话下。强小友，像裴大小姐这种天纵奇才，世间本就少有。10米已经是玄天球的测试记录，你想丢超过10米，基本是不可能。我真觉得我行，我现在唯一怕的就是怕把这球给扔坏了。哼，你能把球丢坏？哦不，你能把球丢出半米，本世子就跪下给你舔鞋。一言为定。江少，丢。行，那各位给我做个见证，这球要是真丢坏了，我可不负责。也好，我们就看他是怎么死的。不自量力。宗主、夫人，请用茶。定桥，如今你才是玄天宗宗主，不用客气。宗主大人，定桥有几斤几两，还是拎得清的。这宗主之位，我只不过是暂时替少宗主掌管罢了。另外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这赵钱虽说有些天赋，但还不至于破格让我玄天宗收他为徒，这是为何啊？前几日，裴家大小姐裴珍到江家与摄儿退婚，可裴二小姐又说要嫁给摄儿，而赵钱呢，正好与裴二小姐有一份婚约，我索性让摄儿下山处理。混账！竟敢跟少宗主抢女人，我这就带人去灭了他镇北王府！打住打住！定桥啊，你是玄天宗的宗主，又不是黑社会老大，赶摄儿下山那是故意为之。我们是想清静一下。原来如此啊！那如果是这样，不如我召开玄天大典，把宗主之位还予少宗主。宗内事务繁忙，等他接手之后，就更打扰不到你们了。这好像是个办法吧？莫非此次收徒大会出现了什么绝世天才？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摄儿那个臭小子。什么？原来是少宗主！看来他也到了玄天宗，赶紧撤！要是被他看见我们在这儿，就走不了了。走走。哎，老宗主，那玄天大典一事，我就立马安排了。哎，你看着办吧。快走！来人，传我命令，3天以后，玄天宗举办玄天大典。是，宗主。这怎么可能？江社把玄天球丢出天外，难不成他真是武道天才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大姐，我就说你眼光不行吧。我随手一丢，这么厉害吗？哈哈哈，江小友，我早看出你乃天纵奇才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哎，吴长老，这不都是您安排的吗？安排什么？嘉社哥哥，恭喜你通过测试，成为玄天宗弟子。不是，恭喜就恭喜，你碰什么呀？没想到这乡巴佬的武道天赋竟然如此惊人，若是让他成功入宗，岂不是养虎为患？我得在这里除掉他。
不是。哎呀，贤婿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李儿选你可真是选对了。贤婿，可不是嘛，贤婿，恭喜你通过测试。谁说他通过了？江社把玄天球丢得不知所踪，连测试距离都没有，怎么能算通过？赵钱，你是眼睛瞎还是脑子有病？玄天球都已经丢到天外去了，还说没通过呢？钱儿说的没错，江社丢玄天球没有记录，可判为失败。不过本长老看他颇有天赋，也可以网开一面。只要他和强儿比试一场，赢了便可算通过。江社，你若想加入玄天宗，就与本世子打一场，你敢不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打就打，江社才不怕你呢！你疯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裴二小姐，这江小友纵然有天赋，但和实力是两码事。这赵钱可是实打实的1品金刚境，真打起来，江小友要吃大亏。是啊，要打也不是现在，也要等江氏哥哥觉醒天赋再说。打他而已，江社一根手指头就够了，哪需要觉醒什么天赋？你是想谋杀亲夫吗？你可以的。好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去吧。江社，本世子今天就要看看跟我抢女人的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那个打打杀杀多伤和气啊，要不咱们文斗，比比诗词歌赋。废话少说，你不出手，我可就要出手了。裴离，江社哥哥要是被打出什么事情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他怎么倒下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他和镇北王世子谈好了，故意演一场戏，给大家一个台阶下。哎呀，险胜世子一招，承让承让。混账！你竟敢杀我亲传弟子，本座杀了你！不好，大长老要杀人了！小儿受死！还来？他怎么也倒了？仅仅一拳，就把1品止玄境的大长老打飞，这江小友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哼，我看上的男人要是没点本事，岂不是让别人看了笑话？真儿，原来灵儿没有骗我们，江社果真是人间真龙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灵儿的夫君不仅天赋卓绝，而且还是武道巅峰强者，看来我们裴家要大兴了。难道我真的看走眼了？行了，长老，打完了，我扶你。你别过来！哎呀，尊老爱幼，他们不会怀疑的。这是。这是上古神器，盘古开天铲，九天玄女臂。哎，这些上古利器啊，我们江社家里多的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是靠实力打赢的我和我师父，而是我们内力牵动触怒了神器，才引发了反噬。原来是这么赢的，我还以为你真是武道天才呢，原来是靠神器作弊啊！只会投机取巧，果然心术不正。什么投机取巧、心术不正？他明明是靠自己的实力打败他们的。这种话你信吗？神迹现世，大势将开。神迹一旦认主，那此人必定是天命之人。那我等岂不是有希望了？神器现世，大势将开。要是我能获得神器认主，
除掉江涉算什么？天下何人我杀不得？滚开！别挡住！神器，我乃镇北王世子，出身不凡，又是一品境的高手，你快对我认主！认主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还能是谁？神器，神器，你快看看我家真儿是不是你的主人？他们疯了吧？竟然对着水果刀和锅铲子说认主？他们也不会说话呀。既不是世子，又不是真儿，那会是谁啊？难不成还真是江氏这个土包子啊？哎，你们要是喜欢，我把这俩送给你们。送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除非神器认主，否则强行占为己有，必将让神器震怒，引发反噬。这俩玩意儿不至于吧？江小友，此等神器不仅具有灵力，其杀伤力十足。若非认主，否则万万不能动啊！哎，这算了算了，我跟你们说不清楚，我还是收起来吧。动了！难道神器认主了？还真有天命之子啊！我家水果刀和锅铲怎么动了？哎，刀和铲子呢？原来江氏哥哥真是天命之子啊！我男人岂会是凡夫俗子？江氏真是天命之子啊！贤婿，贤婿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！我们裴家真是捡到宝贝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江氏他不仅武道天赋卓绝，而且是被神器认主的天命之子。若是今天不把这个乡巴佬彻底除掉，我这辈子岂能翻身？江胜，你仗着神器之威，扰乱我玄天宗收徒大典，还打伤本世子和我师父，你实乃魔道行径！哎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架是你要打的，打输你又赖我。而且再说了，不管他是什么神器也好，是锅铲子也好，那都是我家东西吧？你还敢狡辩？师父，此子心术不正，若是不加防范，他日后必定为祸苍生，得在这里把他绞杀殆尽。好，今日我何风便替天行道。来人，布玄天剑阵，除魔卫道。怎么回事？还要打呀？完了，江氏哥哥，我们好像被包围了。怕什么？大不了我们打出去。打？你们也太小看玄天宗的底蕴了。就算10个一品玄天境的高手，都得死在这儿。裴离，本世子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，离开江社，回到本世子身边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要打就打，少在那儿废话。江社才不会怕这破剑阵呢。啊？真打呀？嗯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一起陪葬吧。太极剑阵，杀无赦。宗主精灵到！宗主精灵到！宗主精灵到！见到此令，如见宗主本人。何风见过宗主。奉宗主之命，玄天宗即日起封山，筹备玄天大典。3日后，新老宗主交替，各位长老弟子全部候命，不得有误。什么？玄天宗要更换新宗主了？你就是赵乾？我是。宗主有令，那天你必须到场。我？强儿，莫非宗主看你天赋过人，要传位给你？赵乾遵命。哼，乡巴佬，今天是你走运，让你捡回了一条命。不过3日之后玄天大典结束，你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师父，请。
江小友，今日玄天宗选拔结果如何呀？别提了，我把玄天宗都给得罪死了。他们哪天派人上门来灭门呢？什么？有点灭门？江小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你看啊，我不是去参加他们那个考核嘛，然后我选了一个什么扔铅球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我都快冤枉死了。你怎么说的有点怪怪的？江先生，玄天宗派来使者送来请帖，邀请你3日后参加玄天大典。玄天大典？哎，不去，定是鸿门宴，让我自投罗网的。怕什么？不去的话，真以为我们心虚怕了他呢？去，一定要去。你说的好听，感情对付的不是你是吧？哈哈哈哈！江小友，我倒是觉得裴丽姑娘说的对。如果玄天宗真的要动你，又何须在3日之后，就今天他就可以把你拿下？哦，既然人家送来了请帖，这就说明了事情并没有恶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甚至可能是你的大机缘。是啊，江少哥哥，我爷说的对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玄天宗的势力遍天下，躲是躲不开的。你不如坦然面对，或许真是你的大机缘呢。我去。去啊！真儿，过了今日，世子就是玄天宗的新宗主了。你可得劝劝你妹妹，让她回心转意，不然跟着那个江社，那只能等死了。江社，哟，这不是那个靠着神器作弊才侥幸活下来的江大才子，怎么过来自首了？妈，江社这次是受到邀请来参加玄天大典的。邀请，真是笑话。今天是本宗新老宗主交替的日子，你一个外人来干什么？那不信你自己看，这是邀请帖。还真是邀请帖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宗主大人知道你我的恩怨，所以特意让你来看看我是如何被加冕的。既然宗主有所安排，那先不要动他。本世子就让他再苟且一阵子。这儿，我们也过去吧。哈哈，江小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吴长老，好久不见呀！哎，我们今天坐哪儿啊？别急，我先带你们逛一逛。啊，走走走。哦，请。哎，吴长老，这是什么呀？哎，江小友，这可指不得。这是我玄天宗1000年前的2位宗主，这2尊是他2位成仙后的仙人遗退。玄天宗每次更换宗主都会过来参拜。那这俩泥人摸一下，不得延年益寿啊？武松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吗？回世子，我就是带他们随便逛逛，这就回去。啊！你混账！江社，你竟敢对本宗的2尊仙人遗退不敬，还不快滚下来！吴长老，江师哥这是闯祸了？不，他这是闯下弥天大祸了。我就摸摸他们，想沾沾仙气。江社，这2尊仙人遗退，岂是你一介乡野村夫能触碰的？都已经飞升了，仙人一退也好，尸体也罢，碰一下又能如何？裴丽，你闭嘴！本来就是这样了。这2尊仙人遗退，乃是我玄天宗里的荣耀所在，脸面之所在。外人随意触碰，根本就是亵渎我玄天宗。这江社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敢乱谋乱动的，这下肯定死定了，不知死活。江社，本宗好心邀请你参加玄天大典，
没想到你肆意妄为，亵渎本宗2尊仙人一退。我看你是不把我玄天宗放在眼里。我没有啊。什么没有？不严惩你，我玄天宗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来人！长老，你们快看！啊！2位宗主的仙人一退显灵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2尊仙人一退，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状况呀！江胜，你肆意触碰一退，引得2位前任宗主的英灵不满。今日若是不将你就地正法，难以慰藉历代宗主的英灵。世子所言极是，此子屡次在宗门惹是生非，若不处置，不足以平众怒。你们少血口喷人，江社哥只不过是好奇摸一摸，何来亵渎之意？宋信尧，这里是玄天宗大殿，本宗与江社之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。你，江社，你今日必须死！仙主显灵了！先祖在上，此子亵渎一退，扰乱宗门，请先祖降下法旨，将其就地诛杀，以正宗门纲纪。恳请先祖为玄天宗除此祸害。我好像真闯大祸了。没事，要是他们打过来，我陪你一起打出去。一起打出去。参见少宗主，参见少宗主。千年期满，我2人终得见宗主血脉归位。少宗主，江社是少宗主。外门长老吴松拜见少宗主，恭迎少宗主归位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江社哥，原来这就是爷爷所说的大机缘。我是玄天宗少宗主？你是个屁呀！何况你敢对少宗主不敬？你们仔细看看，2位前宗主所跪的哪里是江社，而是江社身后的世子殿下。原来他们跪的是我。跪的是谁？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完了，这下死无对证了。宗主到！你就是江社啊！完了，他来特意记住我，是不是想要报复我呀？今日玄天大典，我宋定桥将会让出宗主之位，届时玄天宗将会选出新一任宗主，以后将由他带领玄天宗走向辉煌。乡巴佬，等我当上宗主，本世子让你死在这里。俗话说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家不可一日无主。在我卸任以后，我玄天宗需要一位新的宗主带领宗门。宗主，无论宗主之位传给何人，我相信此人，他能不负宗主所托，能肩负起振兴玄天宗的重任。那是自然。此人不但实力非凡，而且与我玄天宗颇有渊源。乡巴佬，就算你有神器傍身又如何？本世子马上就要继任宗主之位，你得罪了我，
就是与整个玄天宗为敌。咱们好像没多大仇吧？啊！就赶紧给我跪下，否则等我就任了宗主，我让你出不了玄天宗大门。赵钱啊，你仗着有玄天宗撑腰，你在这吓唬谁呢？我跟你说，家长可什么都不怕你。你就别瞎添乱了，行吗？哼，好，不跪是吧？那等我就任宗主，我让你知道死字怎么写。现在我正式宣布，从今日起，玄天宗宗主一职由张涉继位。张小友，原来你就是现任宗主。我宗主，搞错了吧？我是来下山避难的，大哥。不可能，他一个乡野村夫，他入门考核都要靠神器作弊，他凭什么当宗主？我不服！宗主大人，宗主之位关乎宗门的兴衰，岂能如此轻率决定？此人来历不明，实力低微，仅凭外物加持，如何服众？此乃老宗主亲口谕令。老宗主消失多年，谁能知道这儿？谕令是真是假？就算是真，他是不是被小人蒙蔽？要是我说江涉是老宗主之子呢？什么？你说这个乡巴佬是老宗主的儿子？你爹是前任玄天宗宗主啊！我不知道啊，我爹这么厉害吗？宋定桥，你说他是他就是了。不巧，我3日前正好见到老宗主及其夫人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口说无凭。那你想要如何？按照宗门古训，新宗主若遭到质疑，需通过玄天试炼，得到传承玉玺的彻底认可，方能名正言顺统领全宗。这玄天试炼也有100年无人开启，大长老，你这……说他连试炼都无法通过，又如何配得上宗主之位？江涉，你敢不敢接受试炼？试炼很危险吧？这宗主我不当了啊！有何不敢啊？试炼就试炼，我裴离的男人怎么会怕那一点小小的试炼？来，江涉上，让他们彻底闭嘴！你，姑奶奶，你想害死我呀！既然大长老提议依古训行事，那便如此，请传承玉玺。此乃玄天传承玉玺，内含世代宗主的意志。新宗主需将手掌置其之上，若能引起玉玺的共鸣，获得认可，便为真主。哼，装神弄鬼，到头来还要靠真本事啊！哼，我想看看他是怎么出丑的。完了，这下真要露馅了。这玉玺一看就不是凡物，会不会电我呀？天宗第108代宗主江涉继位，见玉玺，如见本宗。他真是宗主，玉玺认主，这竟然是真的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新宗主，大家快看呐！恭迎宗主归位！恭迎宗主归位！恭迎宗主归位！
得到玉玺认可又如何？宗主之位是需要绝对的实力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靠运气和神器的废物。没错，宗门古训，新宗主需要接受一位长老的挑战，以验实力。老夫不才，愿做这试金石。江社，你可敢与老夫一战？不打，当宗主还得打架，太麻烦了。这宗主我不当了。哎，战就战，反正就拿这个老头先立为，省得他老找我们麻烦。你想坑死我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宗主赐教了。哎，我这次可什么都没干啊！你们可都看清楚了。抬下去。哎呀，贤婿，贤婿！我又成贤婿了啊？对啊，贤婿。哎呀，不要太客气了。今日你已是玄天宗宗主，不如好事成双，顺便和离儿把婚事结了吧。结婚？不行！刘伯母，你怎么能把离儿许配给他呢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不要一口一个伯母叫着。我女儿已经和你把婚事退了，咱们两家八竿子打不着。你不要和我这么热络。哎，贤婿，不如3日后就完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这是不是有点……妈，你不想跟我结婚啊？我想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的女婿是玄天宗宗主，世间真正的真龙。爸，我彻底输了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江社本是玄天宗前任宗主之子，你这次输的还不算彻底。爸，您什么意思啊？江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娶裴丽吗？我很早就知道裴丽乃先天琉璃圣体，一旦与她成婚，便可打破修炼的桎梏，突破到一品之外的仙人境界。原来如此。可是爸，江社和裴丽明天就要成婚了。无妨，明日我便会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江社、玄天宗裴家，这一次我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麻溜点儿，都麻溜点啊！今天宗主第一次结婚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哎，你来这边。站住！宗主，裴小姐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问他呀，变态，非要我进房喊我扇他。小两口玩的挺花呀。大姐，江社，我有话想对你说，我们能出去聊聊吗？去吧。那个，你要说什么就赶紧说吧，我还得回去拜堂呢。江社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江社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啊？我后悔了，
你能原谅我，继续履行婚约吗？你别这样，我马上就要跟裴离结婚了。为什么呀？是我不够漂亮，还是我不够优秀啊？啊不，都不是。你很漂亮，也很优秀，但是我跟裴离已经……你干什么？江社，我都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裴真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要说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跟我退婚，相反，我感激你。感激？要是没有你，我也不会认识裴离。想想我们俩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已经爱上他了。你很好，但我想娶的人是他。以后终于不能烦我。恭喜恭喜啊！还得是这小子。对，来来来来，恭喜恭喜啊！别难过，真是一对璧人，郎才女貌。这臭小子终于长大了。缘分一世，不可强求。真儿，你也要看开点。宗主，今天你和裴二小姐结婚，你给大家讲两句啊。那个，第一次结婚啊，没什么经验。要是有什么招待不，要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大家多包涵。怎么了？还想结第二次婚吗？没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还真是热闹啊！赵振龙，你们父子来干什么？玄天宗宗主大婚，我镇北王府怎么说也该来祝贺祝贺。来者是客，来者是客。哼，那本世子今天就祝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混账！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头好像有点晕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奇毒噬功散。噬功散？不错，是我在酒水里下了毒，喝了噬功散，今天你们都得死。赵振龙，你们父子真卑鄙！喝下噬功散，就算是陆地神仙，也施展不了任何的修为。赵王爷，你说咱们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不至于这么赶尽杀绝吧？你几次三番破坏我儿子的好事，我怎么能饶得了你？不是，我坏他什么好事了？裴离是先天的琉璃圣体，一旦男人得到他，便继承琉璃的体质，到时候别说一品巅峰，就是成为陆地神仙也不在话下。我说你们赵家怎么死缠着我不放？若非如此，以本世子的身份，想要什么女人得不到啊？强儿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动手！真儿，大姐，贱人，若不是跟江社退婚，本世子何须那么麻烦？今天你第一个死。姜无阳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赶紧想办法，要不然咱们都得死这儿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靠射儿。他
也被封锁了修为。你忘了，佘儿只差一步机缘就由仙入圣了，只要他突破，我们就有救了。怎么突破？我听闻，生死之间有大恐怖，要让他死一回。什么？佘儿，你过来。爸，你们快跑吧，我来抵挡住他们。佘儿，你想不想救大家？我当然想啊。那你自裁吧。爸，我才刚结婚就要死啊！家生，你怎么了？本世子还没一个个把你们杀了，你们就自相残杀啊！家生，你怎么样？痛，太痛了！家生，别死，我还要跟你生孩子呢，你不能死。有你在，我舍不得死，但是我好困啊，裴丽，我可能得先睡一会儿。家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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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吓我的，对不对？你醒过来啊！你醒醒！死得好，死得好！裴离，你识相的话，就乖乖的滚过来。只要你肯伺候好本世子，我就饶你裴家一族。臭婊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混账！废物，还没轮到你呢！贱人，敢跟我退婚是吧？现在知道错了吧？世子殿下，求您放过我们家离儿吧。等我得到他的琉璃铁质，我自然会放过他。不过，我将会把他做成人质，放在家里面慢慢协商。我现在就要打断他的四肢，让他知道跟我退婚的下场。你要把谁做成人质？家生，你没死啊？老婆，我答应过你，说睡一觉就是睡一觉。倩儿，倩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宗主不是死了吗？那是因为佘儿成圣了。赵振龙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佘儿虽是陆地仙人，但由仙入圣，也不过只差一份机缘。于是我们就让他死一次，参破机缘。没曾想佘儿成圣的机缘，竟然是有情人的眼泪，离儿刚才动情的眼泪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由仙入圣啊？你刚哭啊？哭你个大头鬼啊！我那是眼睛就昏了。哪儿？我给你吹吹。哎，宗主，现在不是打情骂俏的时候，还有坏人没处理呢。别过来！武松，将赵谦父子抓起来，挑断他们的手脚筋，关入玄天大牢，永生不得出狱。是。来人，带走。走。走。现在好了，终于雨过天晴了。表现还不错。老婆，我立这么大一功，是不是得奖励我呀？说吧。我想纳个妾。好啊，纳妾呀。老婆，退回去！